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岛内，请我食一个碗粿。所会讲的，从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争议的妖狐鬼怪，所会讲互你了解。本节目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第十讲第37篇《伪公主》。伪公主是汉阳大户人家的主题，为人放荡好色。这厝内底只要说我有姿色的这奴婢下骹手人走奸基本上拢有中间侮辱过甚至这厝内底这鹅啦、鱼啦、狗啦，有一道有够过分的呢。迄饲牛的阿仔叔伊这牛拢是人这空地顶悬有一天就听这阿仔叔人咧讲迄干恁娘咧奇怪，较有人拢甲迄庄放人去空地顶面搁安尼一塔一塔放了好势好势，我咧甲捡起来，过无几工，哎呦，搁动遐啦！哎呀，这庄拢会家己生骹啦，家己拢会刷位啦！原来这位公主你把面连这牛摕起来反正迄只有生骹有空的拢无要帮伊刷就对了。尾厝内底算甲野仙伊着要出门去开伊捌砸着数千两的黄金要吹遍天下的民机这反正繁华闹热，有查某通开的所在伊拢会过去行看看看起来若毋是遐尼好看的，伊着正直甲开看起来伊若足介意的，伊着一直甲开较无好看的，意思徛2工正直伊着走看介意的伊着留了几个月。伪公主的职辈伪公是一个足有名的大官。只是讲这有回伊着死官倒去厝内底，伊着痛恨这伪公主的行为，所以请来一个足有名的先生，要爱伊甲因这同的同兄弟啦做伙关门读册啦。你着当厝内底乖乖啦毋过这伪公主本性难移这严官忽出搞贼。这暗时等甲因这老师困落眠了，伊就爬墙逃走，去开查某，天光才转来，佮11位重的。有一夜，伊咧爬墙的时阵摔断手箍，因先生才知影这代志，就甲这伪公讲，这伪公听了大怒甲这伪公主拍一顿，拍甲伊爬袂起来，再用药甲治。伤好了啦，就甲伊定下戒约。意思你若有才调算，你着爱有才调读册啦你读的册爱比其他兄弟加一倍，文章嘛爱写了好。那安尼，伊着无禁止出外游动。若无，若阁像安尼大主大义互恁要掠着，着甲你掠起来拍。这位公主足巧骨的，尾伊这读册拢超过这老师规定的进度。无几年就考了举人，尾就想要破解，毋过这伪公佮甲约束佮暗呢。这公主到京都的时阵这伪公互这随行的老婆一本这个日记簿互伊记下这公主逐工的一言一行，就安尼连续数年。这伪公主暂时就较无离经的代志。尾又搁考调进士，这伪公对伊约束则小可放松。自此了这伪公主若想要创啥，惊因这辈知影，伊要开查某到这妓女户的时阵伊就人讲伊姓伪就无人讲伊姓伪安尼啦改姓就对啦有一天这伪公主路过西安，
见到一个戏子，名叫做罗慧卿，16、17岁啊，生做非常的秀丽，亲像水姑娘啊共款。那以现在标准啊，迄个奥多可那个伪娘啊、伪娘啦吼，这位公主啊，10分的介意啊。暗时啊，就老伊讲哦，无咱做伙耍好无啦？佮送这罗慧卿足侪钱的。听讲这罗慧卿哦，拄啊娶新妇，哎哟，因的新妇嘛足有韵味的，讲运地袂歹啦吼。啊，私底下就甲暗示啊，无你娶来3批好无？想袂到这罗慧卿面无难色啊，真阿萨利啊，随着甲因好哦。这暗时啊，伊真正娶因某来呢。这3个人困共床啊，韦公主10分的爱恋罗慧卿啊，为啥呢？这罗慧卿除了30公分以外，这维度是1、2、3、4、5、6，听好哦，是 centimeter 哦，毋是 millimeter 哦。这阿里山的新木诶，就安尼啦，一直算做伙算啊，算了几个工啊，逐工就算安尼啦。这罗慧卿因某啊，逐工就左右为难呢。算遐尼济工啊，佮算了无过瘾呢，佮想要早倒去厝内底算呢。就当参详，无你甲我倒去厝内底啦。阮兜迄是蹦极，迄席梦思的呢。阮兜迄碰意偌大啊，舒适的呢。所以就开嘴问讲罗慧卿啊，恁兜的家口是安那呢？这罗慧卿就回答啊，阮老母足早就过身啊，阮老爸搁伫个，我原本无姓罗。这阮老母少年的时阵是汉阳伟家的奴婢啊，叫卖甲落家，4个多月就甲我生落来。我哪会当甲公主转去啊？我嘛会当顺刷查封一下这个伟家的状况啊！伟公主大惊，连面就问讲：你老母生啥？伊讲生女。伟公主惊海万分啊，拼出一身躯的灵感。原来啊，因老母啊，就是较早互这伟公主疏通了，才卖互罗家的早干啊。伟公主哑然无言啊。等甲天光啊，送了这罗慧卿足侪钱了，劝伊讲改道啦，甲讲做伊少的啊，看伊空的啦，做迄无前途啦，家己都假无义，搁讲要去甲别位啊。转来的时阵无我才叫你，咱才做伙同行啦，才做伙转去汉阳啊。意思讲再约他就脱身走啊。后来啊。这位公主做了苏州的县令，伫这苏州啊，有一名乐伎啊，会晓弹片啊毋是啊，会晓弹琴的迄种啊叫做沈伟娘，生做安尼片目喙分明啊，水甲会滴水的迄种啊。这位县令10分的意爱啊，哈甲地暖啦，连面就留伊过暝啦，甲送大酒安尼啦佮开喙甲开啦，甲消遣讲。你这小名莫非是出自春风一曲大尾娘吗？这沈伟娘就讲毋是，阮老母当17岁时是苏州的名妓，有一个汉阳来的公主甲你共姓，伫阮老母遐留了3个多月，两个人定下婚约。迄阵讲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无嫁我无娶。这公主离开了8个多月。阮老母生下了我，就安尼甲我号名叫伟，实际上是我的姓。迄个公主临别的时阵，佮送阮老母一支金鸳鸯，真也也佮伫个。要想到这公主一去不回头，阮老母昏昏忧郁而死。我3岁的时阵，去互一个姓沈的老太太抚养成人，所以改了伊的姓。伟县令闻言既恼羞又佮惭愧，点点过无偌久，想到一条毒计，伊连面就对这明床顶爬起来，点上灯，招呼伟娘做伙啉酒，毋过偷偷从杯中落了毒。伟娘酒接落咽，随即就吐血倒伫涂骹。众人来看的时阵，已经气绝身亡。伟县令叫遐戏子啊、乐师啊，叫因甲伟娘的尸体交互因，佮提钱互遐个人，甲因讹洗，
叫因毋通黑白讲话。不过这伪娘平时交陪拢是一寡有权有势的人，听讲这伪娘死，拢知影这内底一定有问题。因也买收这戏子乐师爱因向这个伪官人的顶司甲告状。这伪官人恶人无胆，惊慌失措敢若甲所有的钱乌西所有的人。最后这件代志，这伪官人的顶司以这个伪官人为官不赦为由甲罢了官啦，当伊厝内底食家己啦。这个时阵这伪官人才38岁。自此了，这伪公主当厝内底鬼门思过，真后悔讲较早的恶行。伊带这大某小姨至少5、6个毋过拢无囝儿逝世。伊原本想讲要过节因这个即辈孙互做事意思讲有人甲帮斗啦。这伪公因为因兜满门无品行，无一个正经的啦，恐惊家己的子孙嘛会惹着歹习惯，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啦。虽然同意过节，毋过必须要等到这伪公主老了才会当过门。伪公主非常的生气，原本想要收留这个罗慧卿来做囝，毋过厝内底的人，毋通，加一个人来分财产，才会当绝对毋通就因为安尼才作罢。又搁过了几年，伪公主忽然大悲，定定拍着家己的心口讲阴庇嫖妓的，毋是人啊！因这辈听到这样呢，才叹息甲讲这大概要死啊！将家己伊第二个囝的后生送到因厝内底，互伊做孙早暗甲问安，意思讲有人甲你帮斗过了5个月，这伪公主果然一命呜呼哀哉这蒲公公在家奸淫奴婢，出外嫖娼所记，种下的问题真正无法度讲。不过家己的骨肉化别人做老爸，已经足见效啊！这命运搁较创治，互伊淫乱家己的骨肉，安尼家己搁无对心动手，甲人干的又搁下毒。这真正生着人的头，毋过是精生的心肝。虽然是安尼，做一个风流公主，伊这囝儿逝世，伫这红尘当中，也拢转头落角，独领风骚这大官骑新妇放荡风流伪公主，伊这个人一生伊就负责透证尔啦这对这庄脚算甲市内，对这外围算甲厝内这大家骑新妇是一世界拢有呢。中国有，台湾当然嘛有。这王文湖较早有写过一本小说嘛是左右为难的，佮甲拍做电影呢，叫做《阿爸的情人》。这大官人遐咧洗喙，看因迄新妇碰工的，害着迄个大尻川这想起媒人婆讲的话这东部来货色目大大，年头一个，年尾一双。在这日本的古家论一弄，疯癫老人日记。这大官偷看新妇洗身躯啦用心计较，想要互这新妇大动涂骹啦，想要输着新妇的骹芳哎呦，夭寿碰到我毋敢讲，我毋敢讲落各位听众朋友你有咧看新闻这个有钱人就会想要甲你有故事啦。无论在倒一个年代，像这款的代志，伊永远就会发生。神互咱五官，互咱知影修体，嘛互咱歹上做啦。收听正行，这是所爱时间节目，所伫这网络线顶主持服务。本节目的受 WK 武工党联名赞助播出，听歌
进宫格。Nancy Wilson，Teach me。